right here. White shirts. Oh, so y'all playing 2 games. That's my JV. Got you. Okay. Okay, ball. All right, right here. 哎，把我球给他，葡萄，把球给他，我刚给你的，对。 下边
找人把人找上，张景然别补防了，你这人一慢时间都空了。
有办法，你上。我不希望看到他出手，懂吗？
4个人，欧文靠后，你们两个，好死了，你行，我就跟着我那个叫什么，好死了，开出球来，在对面3个人我咬他，一路，他肯定是用出战，那你这个主要。放过来了才追啊！你放不过来你怎么投啊？你的中场现在怎么投啊？放过来你才回去追嘛，你或者前面你跟他换一下，对，他换一下就完了。那我要1、2、3，1、2、3，然后那个进攻。
你帮他讲是吧？哦，你们用的。
如果对面有人，追加前面多3个，不说现在左右动，他往哪边甩，哪边进，我们往外走哪边进。对面起来的时间短，3个人在前面，他一出手把你过了吧？我们2个人抓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不是，我只要你给他勾快，我的状态给他勾好，我们6分钟5分，差的不是我们，要暂停就完了，还有2个暂停。他们没有暂停，老公2个。上去！没事，快，那种球不要给他对抗，站他脸上，不要给他对抗，不要站他脸上，站他脸上。抓那个。Is that the 17th round? Yeah. Bonus.
我们那个打开。